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钱云，我是张芳。钱云啊，你看这个国庆长假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这几天呢，我们相信观众朋友看了我们的国庆特别放送啊，一定是过足戏瘾了。那今天我们要为观众朋友们奉献什么精彩的节目呢？说到今天的节目太特别了，因为我们要让电视机前的您来一场穿越。穿越啊，穿越这个词儿现在特别时髦。我们戏曲节目也有穿越吗？当然有穿越啊！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星期戏曲广播会30周年庆典中的一场大百万金评弹老开篇传学专场。哦，评弹专场，那评弹和这个穿越有什么关系啊？听我们慢慢说来。大百万金空中书场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最受欢迎的评弹广播节目，但是其中很多精彩的开篇节目并没有音像资料保存下来。这次上海评弹团为了向星期戏曲广播会30周年庆典献礼，精选了10首当年在大百万金空中书场呢经常播唱的开篇选曲，让青年演员们自己重新设计唱腔，结合流派特色和自身嗓音特点，重新谱曲学习演唱。在星期戏曲广播会上演唱大百万金空中书场中的评弹开篇，是不是在2个不同时期的广播金牌栏目之间玩了一次穿越呢？哦，原来是这样的穿越呀！那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就大家一起穿越吧。说戏学戏，星期戏曲广播会周周有戏。既然我们星期戏曲广播会每到评弹专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总会有专业的评弹演员成为嘉宾主持。今天依然不例外，我们有请著名的评话演员吴新博先生，掌声欢迎！掌声欢迎！谢谢。两位老师好，吴老师好。我想我们的老听客们一定都听说过上世纪40年代上海电台的大百万金空中诗啊，可以说是电台的招牌节目。是的，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的评弹名家，而且也诞生了我们沪语播音的典范人物范阳祖先生。是的。我听你头里向很多了，先生讲起过，说当年评弹演员能够到大百万金空中书场来演唱，对演员来讲是一种荣誉。对的。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对大百万金这个香烟广告呢已经淡忘了，留下的记忆就是空中书场。在当年，大百万金就是评弹广播的代名词。大百万金说起来那么顺口，可以说评弹与广播是携手共同成长。后来我们的广播电台又有了这个空中书场广播书场，还有新区书会，以及我们的星期戏曲广播会。另外呢，我们的评弹专业演员，而且都是名家，到电台做评弹节目的专业主持人，在其他电台不可能，而且其他剧种也不可能，是我们上海电台唯一的传统，说明评弹与我们上海电台渊源呐。这次星期戏曲广播会开播30周年庆典，我们自然就想到了我们评弹广播的老祖宗大百万金。当年大百万金播出了许许多多著名的经典的评弹开篇，有许许多多呢我们传承下来了，还有许许多多很遗憾
失传了。吴老师好像喜可笑。是的，确实非常可惜。所以搿一次机会难得，只要这样的机会，那电台的帮助下头，那你头里向的很多烂艺的叫个指导下头，我你听一代呢，也想拿搿点失手的开篇部分的恢复传承下去。所以搿个一次呢，推出了一系列的开篇，侪是辣个。与张店、江店、余店、杨店等等，今朝可以讲一声是热闹非凡。哎呦，新波你这么一说，我想我们现场的听客们已经按捺不住了，冒着酷暑前来过个大瘾。是啊。不过我想啊，我们收音机旁的听客们最狭义、最适意了。哪能适意？哎，清茶一杯，躺椅一睡，蒲扇扇扇，哦不对，空调补补。是的，因为现在的演出环境、听的环境，包括播音的环境，侪改变了。是啊。当年听说讲梁先生们唱电台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搿辰光的电台很小，一只3层高，定制间、照片间，对个，还有啥间？侬好讲吗？讲不出了。所以据说讲，一场电台唱下来，我们这个平台演员是后累积备，非常吃力。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就叫夏天里的直播间。对个，搿个一只开篇呢是非常形象的，再一次描写了我们当时唱电台的一个过程。你头里向的听音乐家周斌，是胡国良老师的学生子，年代时生，所以周斌带来搿只开篇。那么一定是令我们期待，为他伴奏的呢是我们评弹团的青年演员夏慧莹，我们掌声欢迎。各位听众好，天气蛮热，这样个温度，为有这样的听客妹子确实来到这搭，非常感动。今朝我第一集节目抛砖引玉，下头好节目多得了，请听。像107度，可是人啊非要太冷啊！来听看，过去这是5日，那么现在呢10日，5日100多度，相当于现在还要慢慢叫40度的嘞。10时好像上阵龙。唱动动，避风水无手用，声声吹来热气涌。
特是发人功。倘若一不苦，大发松。八股水呀晴朗啊中，一分能头戴并可水，欲不能够吃香功。唱得喉咙乌，眼睛红红，下半身有点么头里痛。吃着皮米风隆隆，忽然混泥呀容上红，幸亏的不应该里来日日上风可水山轻松，哈皮布叮叮咚，面椅子扑通通，切声音，未遇乌合龙。四米松，光不开辟在空气中，只为听众真福气，吃无呀呗生凉风，想起听听无锡的一泪，啪啪饮后松。颜色红，玉不银，十里天上知君好像神仙翁。叫天啊，神机奔波动。大家，老听课的习惯，拍手再来一段，有请。
色迷蒙月头闻，一人人说风推日滚。绝不轻易误人，一公身一再等，黑影匆匆跟随那么下面这个节目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则叫《灯下劝夫》。辛伯，灯下劝妻，我想我们的老听客很熟悉了，因为当年蒋月田先生在我们电台里经常的演唱这个开篇。对的。那么灯下劝夫应该是个对应篇。是的。那似乎已经是绝响很长时间了。是的。如果是灯下劝妻搿只开篇，乃从字面上来看，还有实际一点大男子主义的闲话。那么灯下劝夫搿只开篇啦，把了现在讲起来，你当是一只励志开篇啊，有听头。好，我们有请评弹团的青年演员朱琳用琴调演唱。对个，我稍微交代两声。琴调大家晓得是你女生的职业类派之一，你是男子言子受了上水唱，所以唱琴调对女演员的要求比较高。那么朱琳呢，琴调唱得非常好，你是金榜十佳之一。这个一次呢，辣海张凤芝老师的教育底下，拿搿只开篇重新复排出来了。太好了，我们的观众已经鼓掌了。对啊，小张，你张凤芝老师，谢谢。其实我们的平台艺术随着这个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谢谢。那么大家已经很期待，伴奏的呢是高博文。有请。好，掌声欢迎。在
神魂抵达黄银飞，一笔黄玉落不穷。你是新家里一步家用，第一日是不动，天不上女中，谁眼睛话的英勇，手起处只对风，否手仅有一空。东大做戏为鱼口，为什么天天浪打一不动？谁记大荒烟，一群内无为，只怕你用尽精神一家穷。郎君啊，你后不信10年，手拉弓背月牙几层浓，为里就不口风，与那龙是威风，你的那么楼接家人打去红。对牛你们送艰难，四把神心送，千不言你儿中意，不肯送方士的微微上去神我唱两句先香哑语。听那风瑟瑟，瑟风风凄凄，雨霏霏，飞雨麻麻。叮铃咚后里不行，哒啦啦听马下叮当，咚隆风景里给动，淅沥沥雨滴打黑窗，叮当当，钟声敲谁响？不懂懂的下驴到家。
好，谢谢二位，尤其是精彩演唱。对，应该讲一搭一档非常好。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叫《鱼龙戏凤》。哎，吴老师啊，听说京剧舞台上也有一出戏叫《游龙戏凤》，是的，还有一个名字叫《梅龙阵》，说的呢是正德皇帝和李凤姐传奇的故事。是的，其实不少平台开篇大家才晓得，侪是根据戏曲故事改编的。那么《鱼龙戏凤》呢，侪是根据京的故事改编的。今朝带来的呢是下调的《鱼龙戏凤》。下调，下调呢是一代大师夏和生老师创立的，在30-40年代也是一大流派。哎，吴老师啊，听说近来下调也濒临失传啊。是的，唱的人非常少，因为对演员的要求特别高。以华生老师大家见过我才晓得，我听见头里向两个老师讲，是马相好，人漂亮，中气说，嗓子好，有的平台梅兰芳之称。评弹梅兰芳，是的，了不起啊！这次呢，为了传承下调，上海评弹团决定用下调来演唱《游龙戏凤》。对个，为大家带来的最开篇呢，是我们头里向一位优秀的青年男演员，叫陆家伟。那么陆家伟呢，还是马相好，嗓子好，中气说，那么是评弹梅兰芳了。刚刚我问你个，你讲评弹梅兰芳嘛比不上的，跟李玉刚差不多，差不多。好的，那么为他伴奏的呢叫夏慧莹，我们掌声有请二位。各位听众好，那么今朝呢，用下调来演唱《鱼龙戏凤》。那么听众也问着，省内陆家伟也不是唱下调的，那么为啥要用下调来唱呢？本来我也不晓得。那么们演出策划，你都对我说，只要啦，那陆家伟这面孔，到湖南市年纪轻的辰光蛮像的。那么我就晓得在。那么作兴与不少年纪轻的听众，湖生老师年纪轻，生得那哈样子不晓得，不爱改，看我哈在。所以今朝呢，就一场鱼龙戏凤，请听。神
是疯子，举飞身，高手并系出千身。他是七进去虎鸟身，一拉轻轻把走。家是性命自随分，可惜他奉事做家命，虽路岿然心悲切，不惜此身非身真，若要相忘为余愿，那只小家女偏于凌云之，他非出家去也知法门，忠心天子心内事，一车龙马也一尽，那李翁记全真慌忙归大地神，口口声声把肺碎，当今一下一手书，风作夏公莫地恩双双共费，自尽神。下两谢谢听众各位。那么下天呢唱得比较少，稍微再合唱几句黛玉文歌，请听。风雨里下天马
想管理佛神仙。家人他双泪哟，大家。金伯，刚才应该说是主流的这个开篇都是比较轻松活泼的，这个陆家伟加了一个黛玉焚稿，让我想起来是不是应该转换一下感觉，唱一些哀怨的悲情的开篇？这个还蛮有味道的。离恨天怎么样？好啊，离恨天。李恨天搿只开篇呢，大家晓得是当年蒋友贤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对个。李讲的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构思。失恋。失恋。据说讲当年大北京空中市场搿只开篇的点播率是相当高的，可见受欢迎程度。那么当年蒋老师唱的是男离恨天。对的。我在想，这个失恋都很痛苦，男性痛苦，或许女性更痛苦。我觉着女性应该讲比较高兴，你个痛苦程度比男性更加来得强烈。辛博比较了解，既然有男离恨天，一定也有女离恨天。不过我们也是许久没有听过了。今朝去听一听女版的离恨天，是我们头里向的优秀青年友李调授生这个陆金花用李调为大家带来。哦，立调是不是唱这个悲情特别擅长？像什么焦桂英啊，像这个林黛玉啊，还有这个杜十娘啊，对，都是失恋嘛。对个，应该讲李调呢是比较善于表达搿种个性的。当年当搿个越界的蔡耀先老师，三届的搿个梅兰珍老师，还有五届的杨菲菲老师，戏曲观众称你都为四大班带。对，但是李调还有一个特点，你是可以表达各种个性的。比方说大家熟悉的像搿个新莫莱斯。一马乌江好，谁是非常豪放的，也很励志的，对。那么陆金花呢，那个只开篇浪向下了不少功夫。那么你刚刚定位规则的，你是唱得到的哈呢，请听众朋友们来评判。好，伴奏高博文，有请。的
起举世心，心凄凄，泪淋淋，对眼灯，凄凉又斗闻。生记得初夏季后灯后爱，夏季恨为共情心。病死梦，悲心却夜夜相随。玻璃声，眷里浓，浓爱君，君家与侬更多。心一日心忙，否必再为对事亦不能，谁知郎与君不是共一郎。哪知没地风波生，君家他必作金屋洒家园。三不斗之中，比利心那一心生等作否心能生。生记得大仇月下是灭哟，你是大神东龙
身，真是落花雨衣水绿水，那绿水浮人得真不许天吃为难地归，夫家是空门在外，见你不是言。怎么样，张芳？穿越的感觉如何？
真不错。听着这些开篇啊，真的仿佛置身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是，其实为了这场演出呢，很多评弹界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像赵开生、张如君、薛慧君、沈伟晨等，为了青年演员能够更好地体会作品内容，唱出老开篇的味道，冒着酷暑亲自指导。他们还专程到现场观摩青年演员的表演，并在演出结束以后呢，向他们指出一些表演上的不足。那么这也正是举办这次传学专场的意义所在。那我们赶快听下半场的精彩节目吧。好，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周瑜托梦，说的是呢，诸葛亮3气周瑜。周瑜归天之后呢，托梦给小乔，诉说离别之情。这一段呢，在三国里边是没有的，是我们评弹老前辈创意出来的。是的，可以讲是我们评弹特有的。因为三座评弹是不分行当的，是这个一曲不唱的。但是因为周瑜的身份是个先生，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地用了杨振勇老师的杨调来唱这头周瑜托梦。演唱者呢是江小波，欢喜听评弹的才晓得，江小波是张君梅老师的学生子，将门弟子。但是呢，对于杨振勇老师的流派，你特别欢喜，非常有研究。我个人觉着唱得特别好，很欣赏。好，我们掌声欢迎他。有请。搿趟后台已经听上头8幕，大八万经开篇，搿么每一句大八万经三个往接我呀。上天人家讲，欢喜上网来听他晓得，我的名字就叫大八万经。所以非常开心，这个开篇呢是新弄出来的，这个腔自家铺的，非常感谢在座听众、老师、领导，今朝到场，那么唱的因为第一次了，有稍不足，多提宝贵意见，请听周瑜托梦。是所以缘情不起月夜，人小就是否以相思才美并伸手
对一真深。一泪深处昏如水，累了自然是梦。问他是猜来纷纷，不是路为把一切成。是他一切呀，口向你夫君，身犯狗。其名贵因，离我离亲内记不可能，我内谁你惜你尘风迷，内谁你有意不女爱上身。内谁你分明到谁生得好，我内谁你我每逢疑，我不生，我内谁你
出所为侣，乃谁女？谁曾经历不清？因一气呀，你要是家珍重，七件体。为我爱上神，想那岁岁孩儿你当心他是居家一门血海有人，当他把我死在王秀也年，那追来是大伤心，听那荆棘声声报响鸣，又要在手中让花否乃君狗不虑今那梦中真心其真女，想家是他相爱灵，是一真一头死了，若得
非常够呛。三节相后零零，三不往后零零。天时地利，再为大家唱两句《长生殿》当中西国正冲，请听。啊，妃子然。别松风，十根眉，怎么又用龙哎谁牡丹过身情意不我为了你手不定力不哎，这相思滋味苦不开，谁说是你还得我梦想迷失一说爱江小博的演唱，新博啊，听这个打不背信个老 KP 哦，我越听越感慨。为什么这么说呢？发现我们这个评弹遗产的宝贝实在是太丰富了。就拿我们这个开篇创作来说，刚才我们听到了有唱古人的，有唱这个纪实纪景的，有唱这个悲切的，有唱欢快的，样式多，形式也多。是的，可以表演的题材非常丰富。接下来的这开篇呢，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题材。哦，说说看。你听听那个名字就晓得了啊，叫清闲赋。清闲赋，这个不就是享清福的意思吗？是吧？那好像听上去不太积极嘛。不，一个呢，创作的这开篇的时代是当时那个时代。第二呢，我觉得那个手法非常好，你是用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手法。实际上才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理解了，就是那种悠然南山下的洒脱的人生态度。一定别有一番滋味。是的。这次呢，我们安排了这样语段的单唱。熟悉平台的听众才晓得的，这样的语段是男女生同台单唱的，再匹配的两种流派。那么
带来个水开篇的呢是王海华搭子侯新伟，里头是一对夫妻。哦，黄海华也是金榜10佳的状元，刚刚从浙江调入上海。是的，而这个水开篇里了，位于佛山面目稀有景致的。那么里头夫妻俩高头在杭州生活过很多年，所以里头唱起来一定是别于一番风味。好，掌声有请二位登场。有请。石金丹，不称不浪水云下。交通露水能水跌，门对青山钓鱼山。良的呈现。
子安，与君共步弥香呀，一代不是家人话，除非是否与分战。神仙啊，他杀多西香，美居家呀，臣子谁？牺牲谁出非居良，于是今也着急。一曲情歌绕我俩，一发西大，松下香。分君努力共商，为民下情提香，深尽名声。来去烟雨东川非战犯，许我神因所地方，神许此方为佛百年，谁为落气山后必少大。必杀大
谢谢听众鼓励。那么刚刚么对唱，现在么说家也好点，再对唱。唱啥年我不说这首，我里想我也是首。娘子啊，我劝你们是实心话，你须插在家中，后必无心你的经历已熟悉，须一儿后用成家的。接下来总算轮到高博文演唱了啊！前面一直是伴奏，是的，甘当绿叶。对个，接下来要做一趟红花子，因为高博文现在身份不同志，所以个上台还不同志。因为哪能不同啊？做官做啊。哦，啥个领导职务？你上海平台头副头长。哦，荣升了。哎，因为分做副头长之前呢，随便啥事体里是红花。那么现在开始呢，先要做下落叶，再下把里三位个都花开一开。蛮辛苦，真的蛮辛苦的。今朝搿台节目是里参与一档策划的，而且刚刚辣后台啊，你去看，哎呀，化妆、服装，搿个三言琵琶里侪要过。那么等些唱哈子结束呢，这个关灯了、拉马了、打扫卫生了，你侪要的。所以忙得一天世界。那么伊样样侪会得做，证明伊是叫多才多艺啊，能者多劳，能者多劳啊。哎，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唱的是不是讲调啊？不是讲调哦，是叫哭沉香。对个，哭沉香大家晓得的，但李云天一样分男女李云天，男女哭沉香。那么男生的呢是蒋玉娣老师的雷帕，可惜电台上没录音。那么女生的呢是朱伟珍老师的，可是我们电台上经常播放。那么今朝这部分呢，你是用另外一种雷帕来唱的，是追云在老师的雷帕。因为实际上我们平台的词搭个曲，你是可以分开的。有不少词，各种雷帕侪好唱。那么每一个雷帕经过一段辰光演唱，哎，我搿首开篇唱成功经典着。那么后来的人呢，随去学搿个一种雷帕，慢慢就固定下来了。所以今朝搿部分是另辟蹊径，用追云在老师的雷帕
带来一曲南柯神香。伴奏陆锦花。好，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二位。有请。非常感谢。今朝搿台节目呢，是我们上海平台头侪是中青年，一代嘛，侪是我们头里向听众呢，还是非常鼓励。那么，说明我们陈建国头上呢，里浪出马队做相片啊，几次非常关心，更多台节目跑得呢哈。那么看来听众呢对你是相当热情，所以刚刚几位唱好之后是非常开心。那么的确，这个刚刚也盘算为了过个些事体，然后新巴同事讲得一眼不错。那就这样厉害了，刚刚你们现在吃工作餐好饭了，鸡腿饭里面吃个，不要吃花仁面，我还到里去买了噻。说老先生才要服侍好，晓得有副毛来了噻。倾听课程响。那么这张开篇呢，其实是这样的，这样由这老师唱的。那么平台呢，其实是各种缺点叫一缺不唱。一个流派呢，其实喜怒哀乐侪可以唱，不是局限于每一种形式。那么是用最现在老师的缺点来演唱个属于课程响，倾听。金凤月楼正去凉，对桂重开复月香，飞来风声天际间，记忆冷冷明月映东乡，那窗前门纱帘都行子，思念你寂寂爱心上，寂寂呀我是指望与你天上并地去，不许见了我商量，那只伤心金山两我明冬儿取一块神香木，雕刻你寂寂深的强迷茫，我来雕你一双强目精神做，来雕你深情呀的体态壮，来雕你拾起窗下把鸳鸯水，
叫你等心，多愁开心想，难叫你赏花动音响老醉，难叫你下棋对上过程讲，我是难叫你身前说得亦能好，难叫你语文献看出香，难叫你海水带下把楼卷记，难叫你不太不随在关房，姐姐呀，到如今我不是云雨欧山落，至于那痴心梦里为红妆，今朝乃是中秋节，红烛双汇与茶香，几盘狗不是你身前，月饼大送拼不装，喜里红淋里爱吃，一只能遇不许霜，那一在乡邻风在水，姐姐啊，用心儿冲杀小弟与我同进房，姐姐呀，你认识得等侬身房够，你呀用心创下多文章，再取一位实话实肉女红妆，到如今我哪有心思再把文章读，再不是红烛两人双，待我岁末3年想，
心送金刚玉立，来世在身双。辰光关系，稍微唱几句这个真是他的戏曲。亲人好神啊，想我与你弟弟亲亲，乃是故人假意容情长，两兄亲只为两心相依呀，你心深。家子真身风笔法，非顾家在娘上君上一大，气斗大话一日生。我们是非比个人上非非亲神啊，你莫把姑娘当为神。那么刚才前面夫妻二人唱的这个《清闲府》里面描述了西湖美景，不过似乎没有过瘾。我知道评弹当中描述这种风光美景的开篇不少吧？是的，平台开篇有很多种题材，有小人的、小事的、抒发感情的、小景的、小民生古迹的。对。那么在大北京开篇里向啦，搿种小民生古迹、小风景的开篇特别多。而且呢，当时发展帮你小开篇的，侪是文化人。写出来的词汇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美，非常的细腻。接下来呢，所以我们头里向的雨水天年有追尾，为大家带来一曲《雨西游》。又是西湖美景，哎呀，真是过瘾了。周慧，那么也是我们金榜10佳的青年演员之一，是沈世华老师的高足。对的，而且搿首开篇啊，李教授特别欢喜，有点一见钟情的味道。你辣海改开篇的辰光，李眼随口中子搿首《雨西游》，大声说下来是一打定唱腔、定音乐。那么接下来呢，是于追尾用女声的腔调为大家带来搿首《雨西游》。伴奏江孝伯，掌声有请。期待是
地之间，承受本也门中烈sĩ我話他光陽輝古滄海，格林扎登大仇呀。若是并来细雨呀，后把使命爱上下。狗山放我领去死，他因谁代月光家事的不一样，吹来否是对手慢。后心并天，胸襟宽，却有后风分为两。杨玉英推灵隐士，为我大杀四大万，不明美人手下大后英勇富家郎，军旅的一匹黄头花苍。是狗将谁都生计，一个
团团为接关精彩节目。刚刚观众一个路上问我心里想咯噔一来，大概忘记了唱词了不知啥。其实该开篇也是辛苦出来的，心里想不低了还。该趟是向各位来听众来汇办的，那么再向各位来听众汇办几句来开篇，隐隐插见，请听。新年老师啊，接下来呢，也请来听一张非常别致的开篇，叫《相思泪》。这和李恨天啊、哭相枕啊，在风格上，会不会有所雷同？哦，是这样的，从情绪上来讲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你个创作手法是不同的。你个是开篇了，文字上非常有意思。就在每一句唱词当中，侪开了一首我们上篇的诗目的名字。上篇的诗目名字，而且是讲一首开篇听下来，是年几部上篇听脱着。年几部上篇不得了了，要唱到明朝天亮了，朋友们皮都铺盖打来吧，开个玩笑啊！所以今朝这张片子蛮得手的，下期是接下来呢，要隆重推出我们上海平台头的老艺术家郭玉林老师。当然变成老艺术家了，退休还没退休嘞？那老艺术家哪来了下头呢？今朝搿台演出的人当中，你自家定来了啊！搞今朝个青年有相是这样话，你呢用强调为大家带来的是表演一个人就是失恋过后的有痕之地的开篇，叫《相思泪》。好，我们掌声响起，有请。记得红粉妆绿。
耳朵美，生记得红绿庄里郎什么生记得聊斋里句是瓦上两生记得禹成功上真知他生记得月满红绿是仙女香他人哦比牛鬼龙光射手偶人他灭金凤凰却说他爱我虐心灵飞舞亲身体我爱他潇洒把是一起他比我儿女英勇13枚我比他3下音乐的下大丝绒那落尽时的风云起，金来头双指风别没是在深月口说就是他头不是与谁来后况家人身心都应来那样内蒙一时想不出说明他口太
样不样来进房，乘风破浪相随。精彩入味儿。我觉得这个打发魏晋老开篇，越听越觉得意犹未尽，而且流派纷呈，风格各样。不过听到这会儿呢，觉得还有一个大流派似乎没有登场。三老师我一讲，观众朋友们侪晓得出，议论纷纷了。张调，张调，据说当年张殿庭先生在电台里唱了不少风趣幽默，甚至是荒诞的开篇。是的，像大家熟悉的白鹿呢，王大宽在鸡蛋，三只心腹，以及白话开篇。听听这名字。观众朋友们特别欢喜听搿种开篇，非常风趣幽默。对个。那么马新林呢，今朝特地从搿个湘阴书友演出结束过过来。对，毛新林先生和这个周慧在湘阴书场呢在说长篇。今天呢，为了这场演出，特别调换了节目顺序，赶到了现场。是的。那么毛新林跟我说，今天他这个开篇非常有意思，到底怎么个有意思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伴奏高博文，我们掌声有请。有请。今朝上的演员当中啊，马相哥哥好，小姑娘漂亮，男人英俊，搿种马相没闲话讲，吓死人。上来嘛，我顶难看，所以搭上来我张面孔跑出来交关难为情。所以今朝唱个开篇呢，还叫难为情，请听。空中诗啊，飞家庭，女家雨落在肩。莫看清，于中人家业上总称第一，夸夸一代不感应，失信用哎呀难为心。差几男子破高不是难为人，做二人真难为心。龙桥深圳有人戏，怕磨皮是难为人，听一讲实在难为心。心开后，后路是的我，非是难为人。龙出吧，的确难为心。相逢一心心互爱，十国起起分呀子的人，中意爱
哎呀难为心。更高难为心，是谢谢，是心上贵。实在难为心，一毛不拔临时归，可吃不了。哎呀难为心，小气派，可呀难为。所以做人一定要大气，是是非非要分得清，免得盘盘龙龙谁也难为心。今朝是心意喜却挂不完。你唱得不好，还要难为心就比呀说一批心。结果现象，那么大家为你高头琵琶鼓鼓掌啊！来唱一段《迷功名》，请听。
一身出下发了疯。一场穿越半个多世纪的评弹开篇专场之后，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放送呢也就要结束了。在11长假当中，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准备了各个剧种的一些精彩的节目，希望能够为您的长假增添一些欢乐。是，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呢，没有关系，因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国庆大放送呢将为您播出的是戏剧盛典《江南戏韵》，欢迎您到时收看。好的，观众朋友们，明天见。